多謝主席延長時間俾我作埋提問。而家到年底咧，個市場咧先大概有300個單位。當18個項目起埋，先有3000個單位。咁我哋其實可以想像到香港人口老化越嚟越厲害。咁如果喺市場度揾唔到，咁嗰啲老人家會點做咧？我相信佢都係揾裝修師傅將佢改裝成比較宜居啲老人家嘅。咁其實而家裝修嘅費用都好貴嘅，喐下都即係100幾十萬嘅其實。而且老人家咧都唔需要好大嘅地方，越細咧佢越安全啲。咁但係佢需要休閒嘅地方當然係嚇。咁所以咧，如果對佢買一個細單位，而且又係有安老服務啊，或者係個設計上啊係適宜到老人家住嘅咧，咁我相信唔介意賣咗舊嘅單位出嚟，而買個新單位。咁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，根本咧個社會咧係好大嘅需求嘅呢樣嘢。咁點解咁少私人發展商參與咧？咁我絕對同意大家個頭先議員都有講啦，梗係誘因唔夠啦，係咪？誘因唔夠，據我嘅了解咧，而家咧嗰12000平方米咧免補地價咧，係包括埋嗰啲休閒嘅地方啊，地積比梗係唔夠優惠啊咁樣。所以我非常之同意咧社署啊同埋地政啊，應該咧同即係頭先田北辰議員提議嘅，要同發展商真係傾傾點樣去令到有個誘因，就算有需求啊，因為佢哋計數，佢哋覺得條數冇咁好賺，所以就唔起呢啲安老院嘅服務。另外第二個問題咧，頭先個提議啦，當係一個問題就係咧，而家好多商場其實係空置咗嘅。吉置嘅，所以我覺得咧，其實嗰啲會唔會同啲發展商亦都傾傾，或者嗰啲商場嗰啲業主傾傾，提供誘因俾佢，叫佢改裝。咁希望，因為個社會絕對有咁嘅需求，我相信係都係大家都係希望服務到社會啫，所以希望政府嗰邊諗諗呢個提議。唔該。好，副秘書長。好，唔該晒梁議員嘅即係問題嗱，12000平方米嗰個豁免面積咧，其實淨係計安老院框住嗰個面積，嗰啲共用地方咧、公共地方咧唔計㗎，所以其實呢個真係淨安老院係淨，我哋叫淨賺嘅咯個面積嚇。好啦，喺3年後，即係我哋2026年檢討，我哋都會睇睇點樣去加強個誘因，令到更多人去申請。頭先我哋好多議員都提咗呢個問題，所以我哋都喺檢討路向嘅時候會一併考慮嘛。現有商場啊，或者又有一啲現有樓宇嗰啲空置咧，其實我哋見到過往幾年咧，特別喺疫情之後，好多食肆都即係我哋叫倒閉或者係關閉咗啦。好多其實都俾安老院承租咗啊！你見呢排嗰啲租務市場好多交易咧，都係安老院嘅一啲大宗嘅申請，佢需要嘅面積係比較大，佢個租金亦都比較穩定，所以我哋喺市場上咧，我哋睇到喺現有嘅商業物業入邊咧，或者係有啲舊樓入邊咧，佢哋睇到咧就好多新嘅安老院亦都開咗，或者係續約。咁我哋頭先講嘅咧就係唔單止呢度，我哋將來喺新發展，我哋都想促進更多安老院投入服務，所以呢個係大家係相輔相成嘅。現有嗰度亦係已經市場已經做緊啦，將來我哋喺政策上亦都在推動更多安老院投入服務。主席，我想澄清一點，頭先講嗰12000平方米咧，係包括埋一啲休閒嘅地方。但係你頭先講咧，就係淨係單位嘅，即係住宅單位嘅，包唔包括埋休閒嘅？就譬如一啲康樂室啊、打桌球啊、打麻雀啊，呢啲提供誘因，多啲誘因咧。哦，我簡單講啦。喺個地積比嗰度。我簡單講，安老院範圍入邊嘅面積就獲豁免。只要咧，但係都係12000平方米喎。如果你係休閒嘅地方咧，就唔計落12000米嗰度咧，咁佢闊好多啦嘛。哦，我嘅意思係嚇。咁你嘅意思就話嗰12000你係實㗎啦，咁但係其他嗰啲設施係咪都可以豁免埋㗎？即係多於12000嗰啲。你講係啊。我補充少少啦，嗰12000平方米咧係指老人院個範入邊，包括個長者嘅起居飲食啊、佢醫療啊、活動室嘅，係包晒入邊嘅。至於話你話
同發展共用嗰啲就唔計嘅。同埋有一樣就係、如果個發展係夠大的話咧，譬如我哋係12,000或者個發展嘅10%，譬如可能嗰個物業發展係講緊50萬嘅，咁理論上佢可以有攞到5萬嘅平方尺 GFA 用嚟做個老人院。如果佢想起一間咁大的話，所以12,000其實係視乎呢個發展規模幾大。如果好大的話，呢個係一個10%或者12,000，我哋會用取其大者為準嘅。多謝主席。主席，我補充一句啊，嗱，我哋12,000平方米咧，好多申請咧都未用盡嘅，主席啊，即係佢未用到呢個政策優惠嗰個最大嘅效益出嚟嘅。變咗呢個優惠唔係一個特別嘅誘因啦。如果你話包埋啲休閒嘅地方喺入邊啊，咁因為佢自己呢個都未用盡，佢因為都未用盡啊嘛，所以未係一個特別嘅誘因。係啊，冇錯，明白。係啦。